中共20大来临之际，各地加码中共病毒防疫维稳。在所谓新疆部分地区已经封城2个多月，至今未解封。政府公开承认清零政策失败，同时宣称要为20大营造良好的环境。在乌鲁木齐民众的抗议下，封城40多天后解封，但没过几天，10月4日，当局再次封城，不准人员离开本地。滞留吐鲁番的货车司机称：“我们出来的时候是夏天，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封城的前一天，公安机关通报，行政拘留了3名吹哨人，原因是他们散布要封城的所谓谣言。网友感慨，再度印证了谣言就是预言。人权观察等54个人权组织10月5日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以及观察员国家的外长发出公开信，要求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目前的议程中讨论联合国人权高装办公室最近发布的中国新疆人权局势报告的决定。公开信说，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共政府系统性打击和平行使宗教和言论自由的维吾尔等穆斯林族裔的行动，仅仅是从事伊斯兰宗教信仰及合法表达意见的个人选择，都将列为极端分子，会被当局严重侵权，包括肆意拘留、酷刑、非自愿治疗、强迫劳动、家庭分离和恐吓，被禁止祈祷、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被迫每天唱红色歌曲。很多人员遭受了酷刑和虐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办的这份报告说，这些侵权行为都可能造成国际犯罪，尤其是反人类罪行。报告要求联合国跨政府机构和人权系统的紧急关注，数十个联合国特别程序也发表联合声明，加强对这些问题的关切，并呼吁人权理事会紧急讨论所谓新疆的人权局势，成立一个国际机制，对所谓新疆的人权局势进行及时观察并提出报告。公开信最后说，尽管中国承诺对话，但中国已经尽所有努力压制这份报告，阻止讨论报告的内容。此类行为如果成功，会让一个国家的人权局势不受国际监督，从而破坏人权理事会的机构诚信，只会让中国能够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族裔实施压制运动。作为对俄罗斯兼并行为的反制，除了制裁之外，欧盟27个成员国周三达成一致，打算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这是欧盟就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的最新一次态度，而且态度积极肯定。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后仅4天，乌克兰就提出了加入欧盟的申请。6月23日，欧盟正式授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此举被视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盟对是否向东扩张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卡塔尔2024年将在装满空调的运动场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早已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10月5日，沙特阿拉伯举办2029年亚洲冬季运动会的消息更是引发舆论震惊。可以想象，在沙漠上建造滑雪场将付出何等沉重的环境代价。此外，国际特赦法国分部就此发推文，谴责体育组织无视举办国人权问题。除了环境因素之外，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的人权记录经常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国际特赦法国分部就此发表推文，指出2018年俄罗斯足球杯之后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之后又是2024年的卡塔尔足球杯与2029年的沙特冬运会。对国际体育机构来说，人权到底意味着是什么？